我一定要推薦你們去買這個枕頭，這是我拆開的新到的，整個質感真的是超級舒服的。它是跟某酒店同款的，然後它是能做到這點，這種零壓感護頸系列就你用它來枕啊，那個高度剛剛好，而且呢也不會像我們之前那種枕頭啊，就是容易這個脖子鏤空，這個完全不會還是嬰兒級的認證，這種就是嬰兒也可以。它是記憶棉的，這真的是很舒服，不像我們之前那種乳膠的一個一個孔，那種真的是沒用又貴，然後我感覺又不耐用，這個價真的是老划算了，去拍兩個更好。而且你看它整個回彈，真的是超級舒服的，這麼躺上去呢，整個頸椎啊還有你的臉啊都是貼在上面的，很舒服很舒服，這個尺寸也剛剛好，用它來枕呢真的是能睡上一個好覺，毫不誇張，而且這個價格能做到這個品質，然後這個質感真的是很好了，它是跟酒店同款的，這種我感覺比那種乳膠枕更好用，然後價效比更高，我建議你們都去拍兩個試試，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。